呢一個唱誦唔單止由我嘅聲音發出，我亦都希望大家都可以願意敞開，更多嘅打開，去感受你自己本有喺聲音當中嘅療癒力。本身聲音呢，佢就係一個好強大嘅、具有療癒力嘅一個工具，而佢隱藏咗喺我哋嘅人嘅聲音當中，而我哋每日用緊呢一個工具而不自知，所以其實療癒嘅發生並唔係一定要去使用咩工具。當我哋去思考嘅時候，帶住思考去說出善意嘅話語；當我哋帶住意識去同身邊嘅人去溝通。其實我哋已經係進行緊療癒，療癒已經喺言語當中發生。而今日我希望透過唔同嘅工具，去協助大家重新去開啟返你哋本有本自具足嘅療癒力。